500萬珠海香洲嘅獨棟別墅哈，你睇咁靚嘅別墅，呢個別墅小區非常之安靜。我而家帶你哋入去睇下呢套咁靚嘅獨棟別墅先。房產證670個平方，有一樓花園，仲有下沉式庭院。一樓花園咧就有200個平方，下沉式花園都有150個平方。入戶玄關之後就嚟到我哋餐客廳位置，帶有私家電梯嘅。私家電梯旁邊咧咁靚嘅中央土台走較嘅位置啦，呢邊可以放10人位嘅餐台，再過嚟就係半開放式嘅廚房，出邊呢度就係連通花園嘅庭院位置。好，再過嚟我哋一樓嘅客廳位置咧，可以見到層高4.5米，空間非常之足夠噶啦。負一層嘅客廳先恐怖，負一層係客廳，中空都有6米嘅挑高。可以見到嗱，嚟到我哋別墅嘅後院呢度係帶我哋嘅私家水系嘅獨棟別墅，地面3層，地下2層，總共可以做7間房。下邊咧就係咁靚嘅下沉式庭院，500個就可以攞低。